后来，这届花莲的光复乡因为崩山湖溢流，灾情惨重。这摆国军是投入超过2万人协助救灾。讲因为惊做大水了后会生蠓虫，所以出动着化学兵来喷药啊。另外嘛，担心受伤的民众因为环境压榨歹照护，这个国军的医疗团队嘛伫现场待命。总统嘛已经授权国军会当进入面体，帮助灾民清烂土，甲搬大型的家具，希望灾民早日恢复家园。民众烫架卡打伫咧烂土，请国军来倒卡手。国军今日点来倒3工，边清风后西阿兵哥也做回出来。总比这船喷药剂，无论是街路顶的粪扫，也是树枝落叶，拢爱拼清气。马大安溪崩山湖溢流，光复社区四界拢是烂土，都惊会生蠓虫，互现场的状况更加恶化。医长亲身督军调度现场的人力，西子甲民众高药啊。目前的大水后未少民众受伤，空喙真恶好，所以病院内底处理就真重要。我们最主要2个地点，一个是在光复火车站，另外一个是在光复糖厂，来提供最主要支援这些官兵救灾他们产生的一些身体不适。那我们也把相关的讯息跟县政府卫生局做配合。出动国军，包括第2甲第4作战区，动员的兵力超过2万人。总统赖清德昨夜讲到紧急状况特殊应变的处理。民众愿意，国军可以进入屋内协助大家搬离大件的家具，也可以做清理的工作。直升机到降落，顶管拢是在救援物资甲装备，把握救援时间。沙条、拖车各种的装备整备完成。目前国军警员先处理街路等等的公共场所，所落个经过民众的同意了后，也将会进入主体到3工清理，利用上紧的时间，互家园赶紧恢复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